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8月初10。咱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8篇，甲创世纪37章第29节到36节，甲彼得后书第2章第4节到第8节。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主题是大胆乱思来吼。无惊吓是一个好事啦吼，但是无惊吓，也是讲毋惊上帝，确实是一个无好的代志。中文讲胆大妄为吼，就是讲好胆乱思来即种的人咧，形容一个人行事做人是违反常理，并且无有道德、无有见识的心，甚至是迄种是非颠倒、乌白来的人。即种的人其实，也是讲即种的代志，其实伫每一个世代拢有啦吼。也是讲每一种人种嘛拢有啦吼。这人还佫真会晓为着家己来找理由。咱看见现代有济抗争的事实顶悬呢，其实是会当讲是无缘无故用曲讲安尼，家己拢真对安尼吼。咱看见美国互美国几个州、几个城市，成做一种无政府的状态。含当初时有一寡支持即种抗议活动的人，也开始感觉后悔啦吼。伫旧约创世纪中间，咱看见伫约瑟的故事的内底，咱看见伊的阿兄因为心内的嫉妒，设计要来害伊。原头起先因想要来杀伊，伫呢大兄的坚持的下面，了后才将约瑟卖到迄阵前往埃及的生意人的手中。即个卖等于甲一个人商品化，用咱现代的讲法来讲，好若亲像咧贩卖人口安尼吼。被卖的人也等于是完全失去自由。基本上，被卖的人只有等伫互人来买啦，互人来烧一个印啦吼，是互人做奴隶啦，还是讲互人安尼一再会出售，一再受人购买安尼吼。想看觅做这个代志的人，是约瑟的亲阿兄，上界无是共老爸啦吼。当然，伫咱即个记载中间，咱也看到讲重婚的问题啦吼。但是这是加讲出来的代志，咱无要讨论即个重婚的问题吼。但是所延伸出来的问题，却是遮的大胆乱思来无恶不作的即种的事实啦吼，含家己的亲兄弟拢会当出卖。事实上，我毋知咱有发现无，即种的代志伫现代的新闻的社会版，咱犹原看会到啦吼，无青云啦。为着财产的问题，兄弟姊妹会当变面正做冤仇人。这对于基督教信仰的观点来看，即种的大胆乱思做是极大的恶啦吼。彼得伫彼得后书的经文提到着，上帝对遮个大胆乌白做的人并未原谅，甚至上帝会有即种真严厉的即个处罚。彼得将遮个假教师也归伫即类的中间，为甚物？因为假教师其实是知影上帝的道理，却执意要用错误的解释、错误的教导、错误的引传来达到因家己的目的，互人绊倒，离开真道，来进入伫迄个异端的内底。上帝对即款的人的刑罚是足严厉。彼得引用索多玛、蛾摩拉的毁灭，
那阿时代的大水来提醒当代的假教师甲信徒。但是彼得也提到对上帝对这个义人的拯救，亲像对拿阿啦，亲像对罗德啦，但是对遐个家己放弃的人，亲像罗德的太太啦，甲拿阿迄个时代的人共款，上帝的处罚是真严厉。咱通看伫现代所发生种种的代志内底，种种的状况，基督徒面对这个事的时阵，咱必须爱有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代志。咱千万毋通去互世界来甲咱惹杂，毋通互迄个政党甲咱欺骗，也毋通互这个假科学来甲咱用甲安尼看袂介清楚安尼吼。简单来讲，咱要来检验这个代志的方式，是爱思考讲上帝所欢喜看见的。比如讲，这个街头的暴力抗议，是毋是上帝所欢喜的？疫情，因为人咧追求家己的自由来失控，美国的前途被这个商业利益少数人的商业利益来牺牲，也是台湾的民主甲前途，互这个极权来毁灭。真侪人是大胆乱输来，但是咱却会当选择无对因黑白走。假使咱无去做正确的选择，咱就甲这个大胆黑白做的人同流合做乌做毋对的代志啊！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的8月10号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8篇，创世纪39章29到36节，彼得后书第2章第4到第10节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胆大妄为。不害怕是一种信心的表现，但是不怕上帝却不是一个正面的事。胆大妄为是形容一个人行事违反常理，而且没有道德，没有羞耻，甚至是非颠倒，胡作非为。这样的人，这种事真的是每个世代、每个人种都有。这些人还真的很会为自己的所作为来找理由，把它正当化。我们看到现代有许多的抗争，事实上是师出无名，但是他们却理直气壮，弄得现在美国有某些州、某些城市成了无政府状态，连当初支持抗议活动的部分人们也开始后悔了。在约瑟的故事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他的哥哥们因为心里嫉妒而设计要害他，原本想要害他、杀他，却在大哥的坚持之下，将约瑟卖给了要前往埃及的商人。这个卖等于是将一个人商品化。现在我们的说法是贩卖人口。被卖的人也等于是完全的失去的自由。基本上被卖的人只有等着被买、被烙印、被人当成奴隶，或是被人一再的出售、一再的购买。想一想，这些做这个事情的人，他们是约瑟的亲哥哥们。至少他们是同父，当然这也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重婚的问题。当然这是今天的题外话，我们今天是不会讨论这个议题的哈。
不过就是说，因为这样子的家庭问题衍生出更多的问题，特别是这种胆大妄为、无恶不作的事情，就连自己的亲兄弟也可以出卖。事实上，这样的事情可能在现代的社会版新闻当中仍然是可以看到，我们应该不陌生了哈。有许多人为了财产的问题，兄弟姐妹可以翻脸成为仇人。从基督教信仰的观点来看，这种胆大妄为其实是极大的恶。彼得在彼得后书的经文里面提到的，上帝对这些胆大妄为的人并不原谅，甚至是严厉的惩罚。彼得将那些假教师也归在这一类当中。为什么？因为假教师其实是知道上帝的教导的，知道上帝的道理的，但是他们却执意要用错误的解释、错误的教导，以其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，这样却使人跌倒，离开真道，进入了异端。上帝对于这样的人的刑罚其实是严厉的。彼得引用了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毁灭，挪亚世代的洪水，来提醒当代的假教师以及信徒们。但彼得也提及上帝对义人的拯救，如同对挪亚，如同对罗德一样。但对于那一些自己放弃的人，如罗德的太太啊，或是挪亚世代的那些人们一样，上帝的惩罚是严厉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现代的世代当中发生的种种事情、种种的状况，基督徒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必须要有上帝的眼光来判断这些事，千万不要被世界给蒙蔽了，千万不要被政党给欺哄了，千万不要被假科学给糊弄了。简单的检视的方式是，怎么样是上帝所乐见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来看街头的暴力抗议，是上帝所喜欢的吗？那些追求自由的人导致疫情的失控，是上帝所喜欢的吗？如果美国的前途是被少数的商业利益给牺牲了，是上帝所乐见的吗？台湾的民主进步以及现在的前途被集权给毁灭，是不是符合上帝的目标？许多人是胆大妄为的，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们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随波逐流。如果我们随波逐流的时候，我们就跟这些胆大妄为的人同流了。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判断。